对，咱所以，咱过去年，咱历届，咱各位组长，咱何老师，王安生，各位亲爱的弟大家晚安。非常欢迎咱来电何老师王先生给改草根这金刚经的法会，我想讲咱王先生当时临终对金刚经也是蛮有研究你们大家就着这个因缘大家互相做一个勉励大家做一个因为佛的显修的艺术，以着咱凡夫来了解佛的无上甚深的微妙法，这是应该不久，不可能因为咱用着咱个人的发展力另外咱都是佛感应这样物件。因为咱之前已经讲到这13分如意如法受持分已经讲了。如受持分咱已经讲到如法受持。因咱直接就来讲到了理想级别。因为到理想级别，会使讲整个经文经，会使讲愈讲愈老练，讲到真感动。所以因为咱嘛知讲，这部经文经在佛教上面讲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无论你如何是佛家，你若讲到这部经文经，无迄个法，因为毕竟中国大陆伫青岛讲到这部经文经，有足侪人拢袂认识这部。所以呢，咱我是讲，因为一切诸佛，诸佛念到了三藐三菩提，该从此定出。一切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甚至呢到无上正等正觉，拢从这部经文出来，画一个解说。证到了无上正等正觉，到佛的迄个意见，因为这部经典是上界好的写照。咱当然，因为为听着经文经有件事就家己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呢，这是互咱感觉非常的有才。如来是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当然，如来释迦佛，伊当时咧讲这部经典，当时是针对着大乘者加最上者。伊经文经的第16分内底讲法真清楚啲。咱当然知影，因为一般顶初学要对这部经文经的经法，可能有阵时听得真熟，嘛无一定，因为诸佛妙美非我不为。有人过去，因就是学习起来，人就修了这种法，所以伊来讲，这个世间虽是讲初接到这部经文经，但是因为伊会当体会这部经文经，也是定义，就是简单讲起讲，毋是这世人修的物件，伫过去世所修过来的物件，然后伫迄个经文经的内容来讲。到底是人不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净成定，甚至于无量千万佛所证诸成定，而得到这个因缘。所以呢，咱今日对这部经文经的第14分，这两个讲起来，早头我讲起，佛陀为了开示伊所有的比丘尼，又无识。伊这个素教，所以用着含经讲17年，那当然，伊用《方经经》来讲8年，《方经经》我就解释这个大师经典讲8年。那用
而即个金融金可能发展金577个，而发展金拢总18块，金融金可能发展金的577块内底抽出来一块，那即块呢，人家讲灌注1切1千块，所以呢，因为听到即个金融金，咱大家感受着好像很震撼。当然，讲着方法金，伊讲了1000年，最后一颗经典叫做立方金。立方金，伊老咱讲叫做引导金。要离开世间，当时伊种地主啊，你问你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你为什么要按交代？所以迄个当中，咱留下了即颗叫做引导金。咱讲叫做内含金，内而不生，含而不朽，叫做内含。所以这个内含，有告诉的贡献，嘛是讲到应该对这个经典拢总不陌生啦吼。那咱音乐已经讲到这个理想极美，理想当然咱知影，早11年讲理想极美，刘德德因为伊绝对无讲到。这32分，伊即个金风景的内底当中，因为伊完全无有一个段落，伊就对第一份如是我们一时不在效果，以求一个团，以来有1250分，到了这个做32分，1000几万，如望透名，如来如来的建筑如是观后壁，几份金风景。拢无有换落，换一个解说，这个换落32换落，这个就是当时咱梁武帝的一个囝，叫做昭明太祖，因为伊是一个做魔法、对魔法相信的，这个昭明太祖伊甲分做32分，这意义是安尼啦。所以咱今日看到理想这个分集式，毋是抽象方面物件。这是当时昭明太祖伊甲设定这段的经历，就是差不多理想这边这个意思。所以呢，一般顶的当中呢，伊佛教上一寡大法师，伊内底当中无直接用这32分，这个经历解说。但是因为这个32分的经历有好处，嘛歹处。好处就是讲，互咱大家。足简单就会当入，所以呢，一定会当来讲是来一贯可行。但是因为一寡较无理想的人咱直接用换落，就如同咱头仔伫山丘，那一个就清，迄是咱大师，就来你问我一句，讲点数，迄个法界通法分在19分内底。伊叫做法界通法分，迄个分是安怎讲呢？苏我地不得，苏我地为何用有人以3000来千世界成果？是用过去世人以是1年一同由于多好，苏我地的成果，苏我地成果先出人以是1年出人以是1年一同成果。若好提有心，如来不是传统的东西，不得如果是否如来说明道，这分就是叫做法会的通法分。那这个法会的通法分，伊讲到这个对这段来甲伊切了，伊讲3文，什么讲3000来千世界成本，像我是人以是1年，一同因为多因为这个。咱迄个英春强主伊这个后生杨过100遍，因为伊对金光伊规个拢背起，都179分咱就杨过因为我家庭也讲出一遍，我当时是要分做32分，这点应该会记。但是因为金光景是因为这是一个虽然是分做3分，这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比如说，出人以是1年，但是什么叫做以是1年呢？
就是这个原本的上行的数。啊，这个过去是不可得，现在是不可得，未来是不可得。啊，伊是三心不可得的因，3000大千世界的迄个因。那安尼当中呢，这个人的报时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这个因，听有意思无？缘是缘起3000大千世界这个缘。就等于讲，伊用到3000大千世界，哦，这个不可得的因，离这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缘的报时，那安尼这有结果，当然这嘛就是结果。这换一个本伫金刚经的第4部，叫做妙行无主本，哦，叫做无主相的报时，不着相的故事。那安尼就有结果。当然，这叫做从虚空当中化解，所以你这是当中切了后，哦，伊听嘛。啊，所以呢，咱今日看到金刚经内底当中，咱有件时啊叫大乐，大家影响去。但是咱爱会记一个问题，你要看到10本的一经，一定要20篇来了解过来。换一个解说，你要看到迄个14本的当中，一定要13本的来了解过来。你若啥意思？啊，因为即个安怎讲，咱以头前即个经义来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讲叫做理想即个本，哦，咱以即个先来了解。那理想，迄个理想，理一切诸相，理金刚经的84文是无讲，所以话咧，理一切诸相，即名是讲，伊话讲，理一切诸相，但是。那变个落一些问题，你一切诸相，我听人讲过来安尼，听人过来安尼，再上过来安尼，一切拢过来安尼，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叫做你一切诸相？啊，那安尼叫做只有常在，啊没有常变嘛。如果咱今日有这个角度想了后，可以咱个落一个叫做法性，叫做法持教法跟法定。啊，你是不是个理想？迄个理想，就是讲在一切上，你无执着一切相，就简单讲起来，咱伫一切诸相的内底当中，无去互一切诸相来安发掉，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理想。真足侪人是姊妹，哦，拢咧着相，拢咧接相，安怎接相？你好好的举一个拳头来做回向，啊，我举一个拳头来做礼拜，啊，我请人家说。来做对象，我请人家师来做义工。当然，咱讲说毋是好，因为你达到这个意境，这个是一个赞许，要叫你做，你也做袂出。但是因为你做这个物件，你有理想无？你有咩理想？就参照咱古代太空迄个道亲，啊，这个道亲呢是欢喜崇德的一个飞翔，但是因为咱当时在太空讲啥是可。咱伊讲一个实际来讲两句，哦，最多800块3，讲50%讲50%，迄阵当时我会记得来咱中年讲做不来，但是咱话曾经把你问起来，那按你这个道亲，这样较诚心啦吼，伊才会显得出家相。伊讲当时伊是做对象对，但是做对象，因为伊得到。事实上了，伊感觉出去，但是因为伊山拢是一块道场，一直咧荒凉地带，因为伊有够心来讲起来，因为伊没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第一个问题，因为伊泰国人，你若献出家相，你是一个相当人甲你尊敬，嘛是相当人甲你重用，而且变成师傅。现在讲。恁今日去来到泰国，要坐飞机，离国外无啥，离泰国要登机以前，你最要看。然后飞翔拢先飞翔，好上啦。